大家好，我是家辉老师。今日家辉老师要来教大家台文安怎写。好，咱来豆豆来看吼。来，第一，还袂学写进前，老师的建议是讲，你爱先读一寡台语的册吼，就是简单考写试题题目就好。因为有的人考认证啊，吼，也是写台文，讲我就是无毋对啦。考认证足重要，啊，毋过你基本的功夫若做无够，我甲你讲，你安怎考嘛是安尼，吼。好，再来要来讲呢，台语册安怎选？其实老师有做一个技能的影片吼，就是小解一寡袂歹台语册，啊，你会当点来看觅，我会放伫下骹吼，你会当家己点来看。会当选台语诗集、台语散文，甚至台语小说做你外头的册。安尼才会进步足紧，因为你为遮的诗、散文、小说，你会学着足一个无共款的语词、词类，足在地化的一寡台语的物件，你较有法度运用伫你的文章内底，而且你嘛会当明白着啥？咱台语，迄个语词要安怎用啊？有当时你你看迄个啥物？书典，啊，你有当时毋知影嘛？毋过透过你阅读迄个台语的册，你就知影讲台语伊是安怎使用的，对无？安尼你就知影嘛。好，来，第二，要写台文进前，爱知影安怎使用台语语词，这就是头拄老师讲过啊。你要知影安怎使用，你就是爱读册嘛。啊，知影讲，这个语词伫倒一个语境时阵，是安怎用？另外一个语境时阵。佫是安怎用？有诶语词一定爱靠读册才知影嘛。你嘛袂使讲一直靠问人，因为老师嘛做无用，逐个拢做无用。所以呢，老师要讲一句话，若是你会晓使用词典佫较赞。老师嘛有做一个迄落找台语诶影片，就是讲你会当。敲找迄个语词啦，有兴趣诶下骹老师拢会可能给你家己看吼。来第三，选题目会使安那？相对身躯边诶代志，也是趣味诶代志先写，无讲为虾米写才会当。啥物意思呢？你若写你诶爸爸、你诶妈妈、你阿爸、你阿母啊，也是讲你身躯边任何一个朋友，对无？啊，佫有即个趣味诶代志，如讲今仔日我得大奖，即件代志足欢喜诶，我用台文来我会足欢喜嘛比如讲安尼啦你按选你喜意欢喜诶代志来写嘛好，老师要来互你建议台文若要进步，上好逐工练写，因为你有练，你有功夫，其实你若是要伫咧考试顶悬的应用，你会足迄落顺手啦每一工拢写无共个题材，安尼就会豆豆仔进步若是会使，嘛会当请专业的台语老师甲你做修改也是上课。最后，咱做伙加油，甲你感觉写较好的文章去投稿，增加家己的信心，嘛互家己机会。祝福大家愈写愈好，好，咱后面再会。